过来关心台湾猪仔济口蹄疫的消息。经过23年，台湾会当搁再互世界动物组织认定做已经毋是猪济口蹄疫炭病区疫，这是业者、学者和政府同齐拍拼的成果。有通挡到即阵的饲猪业者，真侪嘛拢已经转型做科技的拓扑场，猪仔的排泄物拢会当运用来发电，因为永续发电才是久长的路。打出世的猪仔囝输着母乳的模样足够水，因的主人就是伊苏平。苏平的猪条甲别人无共款，是封闭式负压水泥猪条，外口32度的高温，内底达有28度。可以有效的降温嘛，第二就是讲，斑甲、触礁啊、活禽蠓啊，它不会自由的进出，你伫内底的环境会较好控制。猪条24点钟全自动控制温度，而且是高层的设计，让猪仔袂甲晒热困做火，清气佮健康。另外，饲猪产生的猪屎废水，伊全部收集起来，摕来发电。发酵了，伊会产生甲烷气嘛，甲烷气咱佮经过遐头前迄个褐色的桶啊，生物脱硫，脱硫了才会当伊发电啊。开始千万建造这个沼气的发电设备，除了自用，逐工阁会使卖出4000度的电予台电。苏平有2万外头猪，伊用科技饲猪，日能环保，彻底改变饲猪场垃圾佮臭的印象。其实苏平佮阿兄2个人对爸爸遐接手饲猪已经40外冬，23冬前的口蹄疫嘛，予伊损失足大，伊才决心来改变。第一防疫，第二环保。环保的问题，咱家己会当去努力啦。确实，口蹄疫的防治，毋但猪条内底环境爱提升，大日猪条正常的消毒是上基本的，猪条蛙嘛袂使放过。猪条附近的道路甲肉片市场的车辆环境，逐工消毒佮消毒，一礼拜消毒爱100道以上。消毒是一个手段而已啦，上重要就是讲，你的经营管理上。你免来去提高你的生安全，安尼去较对了，无你永远都你唔知你今仔要把什么病带去吧。屏东县饲猪有1600外户，全台第一，大多数也是维持传统的猪条。口蹄疫了后，会使留落来猪笼，拢体力爱注意环境卫生。台湾对口蹄疫疫区除名，只是农委会提出爱征用100万头猪来出口，猪农拢无意愿。外销政策若推动会出来，你要征用，搭征用；若推动袂出来，咱维持现状就好啊。互国内需求差不多伫遮饱和就好啊。唔通阁增加，咱的环境嘛无法度容纳遐侪环保的议题。本身嘛是猪农的潘连洲表示，口蹄疫除名对猪农是转机，嘛可能是危机，因为随时阁有口蹄疫，甚至非洲猪瘟也是其他病毒的威胁。20冬的努力，让台湾的饲猪产业重新站起来。也毋过，猪农嘛是爱用真认真、真细腻的心态来面对防疫。产业全面升级，骹步先徛条，才来讲外销市场。记者陈家军、赖维做屏东报道。